今日咧，我哋就講下拉布布嘅故事啊！一隻原本只係幾十蚊嘅公仔，可以點樣2年之內俾人炒到去咧108萬，再喺3個月內咧跌翻80%咧？喺2024年嗰陣，拉布布所在嘅 The Monsters 系列幫內地一間潮玩巨頭普普馬特就賺咗大約30.4億嘅人民幣，銷售額咧係按年升超過7倍，咁佢係直接成為間公司最揾錢嘅核心 IP 之一。佢嘅熱度咧唔單止喺零售層面嗰度爆發，拍賣市場亦都咧係落場去推波助瀾嘅。2025年6月，北京一場拍賣會上一隻131厘米高嘅薄荷綠拉布布係以108萬人民幣成交。原本一件睇落好似俾小朋友玩嘅玩具咧，正式就成為一件藝術品咁樣去炒作。不過去到2025年中嗰陣，熱潮開始見頂。內地有平台嘅數據顯示第3代拉布布啦，無論係一隻定係成套去賣咧，佢二手平均成交價喺大約3個月內係由高位跌咗近80%，到最後咧，大家都要割肉放貨，止血離場。喺拉布布身上，其實清楚示範咗資本同埋市場咧係點樣用一套又一套嘅心理技巧去影響我哋點樣睇一件嘅產品，點樣幫佢定價，最後咧心甘情願咁樣俾錢去買呢？接落嚟咧，我就會借住呢隻小怪獸啊，一步步拆開呢一場心理遊戲係點樣運作嘅。拉布布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約2015年嗰陣，由香港插畫家龍家星佢喺故事書 The Monsters 入邊咧就畫出咗一班怪獸部族啊。咁嗰陣時咧，拉布布只係本書入邊一隻無名嘅小怪，性格有啲搗蛋，介乎喺可愛同埋詭異之間。咁去到2019年嘅時候，呢個內地潮玩巨頭普普馬特就將拉布布呢個 IP 咧收入旗下，放入咗 The Monsters 盲盒系列入邊。如果要講到佢由小眾變成全球潮流，關鍵嘅時間咧就喺2024年啦。Blackpink 嘅成員Lisa 佢機場就俾人影到個袋咧係掛住拉布布，之後唔同嘅明星KOL 時裝博主都跟住去晒圖，拉布布一下子就由書本上面嘅角色正式變成一個可以俾市場放大操作同埋炒作嘅符號啊！去到呢度咧，其實問題已經唔再係隻公仔可愛定係唔可愛嘅問題，而係點解咁多人會為佢而失控呢？呢度就輪到資本出場啦，佢哋最叻嘅唔係純粹叫你買一件產品咁簡單，而係一步步去訓練你嘅大腦令你覺得非買不可。佢哋第一步用嘅技巧就係製造一個好強烈嘅價格錨定啊！原本官方盲盒其實賣緊幾十蚊一個嘅啫，你用常識去諗都知佢係一個膠公仔。但係當你一上網去 search， 你見到有人用5000蚊、8000甚至1萬去放售一隻隱藏版。由嗰刻開始，其實你已經唔再喺度問一隻公仔係咪值幾千蚊而係變成原來有人係可以賣到成10000蚊，而家只係需要1000蚊已經可以買到，算平啦。好似你平時買樓一樣，地產代理會先帶你睇一間又細又舊嘅屋，但係個開價就超貴嘅，你自然會覺得第二間好似有賺同一個面積但係平咗。雖然客觀嚟睇，可能2間都係貴嘅。咁拉布布其實都係同一個路數，資本家唔使企喺你側邊講一大堆道理，佢哋只係需要不斷放大嗰啲極端高價成交嘅案例。當你每日睇到呢一類嘅新聞其實你嘅心智就會自動幫佢完成個推銷，將一隻幾十蚊嘅公仔默默升級到幾千蚊都合理嘅一個收藏品啦。喺宣傳方面資本家用嘅就係全方位信息轟炸，戶外大電視嘅廣告啦，地鐵站嘅燈箱，商場入邊嗰隻巨型嘅拉布布俾人打卡，再加上社交平台上一條接一條嘅開箱片、直播搶購、KOL 嘅評測，呢啲畫面日日都喺你眼前出現。心理學將呢個現象叫做重複曝光效應啊！同一樣嘢你見得越多會由原本覺得好奇怪、好醜怪嘅，慢慢變成睇落去都幾順眼。你有冇試過初頭聽一首新歌，可能覺得好一般，唔係咁啱聽，但係電台日日播，短片啲背景音樂又成日用，當你聽到第8次、第10次嘅時候，可能會不自覺跟住去哼嘅。其實拉布布都一樣，第一次你見到佢心諗咩怪獸嚟㗎，好核突。但係當你喺商場見一次，地鐵又見一次，喺 IG 嗰度周圍都係佢，咁你內心嘅抗拒就會慢慢降低，甚至開始覺得其實佢個樣都幾得意。
到你覺得自己中意咗個公仔嘅時候呢，你可能未必記得原來你係經歷咗一大輪重複曝光之後呢，先俾呢啲廣告同埋宣傳係慢慢去調教翻你嘅審美。而盲盒本身呢，就係另一種好關鍵嘅心理機關啊。簡單嚟講，好似賭場嘅老虎機一樣，你每一次拉一拉呢，係唔肯定會唔會中，但係總係覺得下一鋪可能輪到我。呢一種唔肯定但又有機會中大獎嘅期待感呢，係會令大腦好興奮，分泌一種叫多巴胺嘅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唔係單純代表快樂嘅，而係同有冇動力再做一次，會唔會上癮都好有關係。當大腦覺得今次有機會中嘅時候呢，你多巴胺水平會上升，然後提醒你呢件事呢，值得你再做多次。生活化啲例子咧，好似夾公仔機咁樣，你知道大部分時間咧係夾唔到嘅，但係偶爾見到有人夾到幾隻，你就會心喐喐，不如我都試下啦。Labubu 嘅盲盒咧就係利用咗呢一種獎賞機制，令到你嘅理性決策消退，將購物咧變成一種半自動嘅反應。就係因為你有機會咧抽中呢個隱藏版啊，你先至會不停咁樣想去再買多一盒。呢種唔穩定、好撞彩嘅獎賞模式咧，係好容易令大腦上癮嘅。下一個咧好關鍵嘅心理機制就係稀缺加埋咧 FOMO 啊，錯失恐懼。商家咧成日都有幾句掛喺後邊，今次唔入手，下次就冇啦，再版無期，官方唔會補貨，其實咧就係專登撳你呢粒掣。呢啲字一出咧，你心入邊就會中咗個念頭啊！如果今次唔買，以後應該會後悔，好似演唱會飛咁。你本身對某個歌手可能都只係 OK 啦吓，識幾首歌。但網上咧，周圍你都見到首場已經買晒，加開都秒殺。朋友 group chat 入邊，大家都話好彩我嗰日搶咗2張飛啫，而家黃牛都炒到3倍價。你開始咧已經唔喺度諗我有冇興趣聽佢唱歌，而係會變得緊張啊！而家我唔搶，以後可能真係冇機會睇現場咯。結果喺你買飛嗰刻咧，個重點已經由興趣變成唔好輸蝕。Labubu 都係同一個路數，商家成日都講今個系列限量發售呢個版本買完咧就停產噶啦。網上啲人就放晒圖，而家咧炒到幾千蚊一隻啦。咁你個腦咧自然就會將未買同埋走寶畫上等號啦。喺不知不覺間咧，你買唔買呢隻 Labubu已經唔係基於我係咪真係中意呢隻公仔，而係基於一種咧輸唔起嘅感覺，好似唔出手就會落後人一步。資本家最叻嘅就係將你由為自己喜好做決定，變成為咗唔輸俾人而做決定。當你花咗好多嘅錢啦、時間去買一隻公仔，如果你承認自己只係跟風，只係俾一個氣氛推住行嘅話，你會覺得好唔舒服噶。所以大腦係會自動幫你去改故事令到你相信其實我係好中意 Labubu 呢個嘅世界觀。呢隻色好有意思噶，有隻公仔陪我返工收工，好治愈啊！呢啲未必係假，但係當中有幾多係真心嘅感受呢？幾多係為咗合理化自己嘅消費，就未必咁容易分得清啦。最後嘅社會認同呢，亦都係成個心理遊戲入面不可或缺嘅一環。當你見到同事、朋友、隔離台飲緊咖啡嘅女士都掛住個 Labubu，你自然會產生一種被邀請加入嘅感覺。你買嘅並唔係一隻怪獸而係一張入場券，代表你都識潮流，都知道呢個時代發生緊啲乜嘢事。久而久之Labubu就變成一個社交貨幣，你會覺得自己好似同一個社群連線咗。呢一種被接納、被認同嘅感覺先係潮流真正嘅火種。Labubu嘅故事某程度上就係講緊現代資本社會係點樣喺我哋唔為意之間牽住我哋嗰條購物神經。真正嘅問題從來都唔係資本家有幾多手段，而係當下一次嘅潮流再嚟到，你識唔識得問翻自己一句：今次係我真係想要，定係我又再一次順住市場設計好嘅路去行呢？